嘉文身邊請嚟九龍城區議員啦張景芬嘅，早晨你好。好，咁我哋 Zoom 咧亦都有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嘅，阿邦你好，邦早晨，好，大家好，早晨。好，不如先問阿芬先啦嚇，因為九龍城嗰度嚟緊有一個咁重要嘅一個嘅賽事咧，1連3日啦咁。咁其實根據過往經驗，因為今年已經第2年喺啟德主場館嗰度即係舉行呢一個賽事啦。拎到呢個經驗之後咧，其實而家見到個交通配套係咪已經係進一步完善去迎接呢一個賽事？其實開場館咧到而家都1年啦，咁啊，所以喺嗰個交通嘅配套嘅配合咧，其實都已經即係越趨完善嘅啦。咁譬如話講緊一啲散場嘅時候啦，可能屯馬線嘅加班次啊，或者九巴、城巴一啲特別線嘅配套啦。咁啊，特別今次我見到留意有2個巴士線啦 ，SB2A 啦、SB10咧，其實佢哋係分別去緊即係尖沙咀，譬如樂士佛台啊，或者去蘭桂坊啊、蘇豪區嗰邊，其實都可以俾到啲旅客啦，或者參加者咧，即係睇完個賽事嘅時候，亦都可以延續佢哋氣氛去提其他區咧，亦都係提振到唔同其他區嘅經濟，唔係淨係講九龍城。咁當然即係一個大型嘅盛事活動啦，咁亦都係一個即係 M 品牌嘅認可活動咧。其實絕對係對於即係九龍城啊或者香港咧有一個好好嘅即係益處嘅，即係講喺經濟上邊啦，包括係飲食啦，特別係飲食零售等等。咁所以我哋見到可能喺交通上邊其實都係嘅配套都好。咁最緊要就係同唔同活動一樣啦。咁啊，警方其實都配合咗一個叫離場易嘅一個應用程式嘅。咁啊，其實都好清晰見到，就算你係步行嘅指示啊，或者你交通或者係啲擠塞嘅程度，其實都好清晰指示。咁所以對於遊客或者本地市民咧，都一定會好好嘅一個配套，一個好好嘅效果嚟嘅。我又問阿邦啦，其實我哋都有去過嗰度，無論係睇演唱會啊咁，佢哋嘅指示真係好清晰。不過清晰到咧，你一走你會落港鐵嘅，係啦，你真係會行過去嗰邊九龍城消費咧，其實就一段路噶嘛。咁雖然有啲資料嘅，就話舊年七欖咧真係可以令到區內啊九龍城生意整體升1成半嘅。你點睇咧？嗱，個指示咁清晰，會唔會啲人就散晒落去港鐵去翻其他地方咯？咁樣嗱，以我所知咧，好清晰嘅指示去搭港鐵咧，呢一個係一個指示嚟嘅。咁咧，我哋要確保我哋嘅旅客咧好清晰、好安全咁咧，即係盡快要離開個場地啦咁樣。嗱，但呢個咧，我成日都講，我哋要攞個平衡啦咁樣。咁咧，其實而家特別咧，其實喺體育園啦，我哋旅遊界成日都問一個問題咧，我哋啲活動咧係好早結束，我哋知道好早結束嗰個原因係因為咧，我哋要處理交通啦，特別咧，我哋擔心有一啲咧，例如音樂會下個月又有咧，即係某個好大嘅音樂即係團體咁樣，咁佢又都有好多嘅歌星，即係5月3號、5月4號喺啟德體育園都有演唱會咁樣。好啦，咁咧。好多內地嘅旅客都會嚟香港咯，咁個指示就係咧要好清晰，確保佢哋咧一定翻到屋企。嗱，呢一個我諗要攞一個平衡啦。我哋都希望旅客佢嚟到香港咧，其實佢可以咧玩多一陣嘅。咁同埋我哋好快㗎啦，我哋成日話聽到今年中後期新皇崗口岸一個咧全國甚至可能咧全球即係一個好巨型嘅口岸24小時運作，我哋真係將來係唔需要再擔心我哋嘅旅客即係棘咗喺香港或者棘咗喺咧關口翻唔到去嘅。咁咧我哋點樣引導個旅客係可以咧即係留夜啲？呢一個咧係一個好大嘅咧嘅哲學問題咯，係。好，咁啊就要睇下九龍城嗰度有啲咩做啦。嗱，我諗估計咧入嚟嘅人數或者觀賞人數只會越嚟越多嘅啫，係嘛？咁舊年1連3日都吸引咗超過11萬人次入場，咁啊增長咗接近15%。啱啱你講啦，其實交通配套咧就已經好完善啦，咁樣。九龍城啲商戶有冇真係見到呢個賽事嚟啦？佢推出啲特別嘅優惠，好似阿邦咁講，即係吸引佢哋留喺區內消費。不論喺場館裏邊嘅商鋪啦，或者係九龍城區嘅商鋪咧，其實佢都幾 ready 嘅，即係不論係佢哋營業嘅時間啊，或者食材嘅準備咧，其實都好準備一啲睇完七欖啊嘅朋友咧一齊去即係延續佢哋嘅氣氛。咁頭先所講就係話即係會唔會去即刻走咧？其實始終七欖咧唔係同演唱會唔係一樣嘅，因為演唱會可能散場嘅時候就快啲要翻屋企啊，或者要翻國內啊等等。咁但係七欖咧其實就係好唔同嘅 section 嘅比賽。咁可能譬如話我早上睇完，可能我晚上想睇嘅時候，我未必一定要翻
酒店可能喺翻附近嘅區，即係體育園去翻九龍城區，譬如話當泰國街、曼谷街嗰邊，可能行大概15至20分鐘度，咁其實都係一個幾好嘅步行距離。咁我哋其實喺九龍城民政咧，咁我哋都有啲 campaign 係講緊一個叫做龍城深度遊，而當中其實係都係配合緊我哋九龍城嘅特色咧，不論文化啦，或者係潮州特色啦，或者係泰國文化嘅特色，唔同嘅商鋪、唔同嘅一啲即係啲文化嘅一啲嘅步行嘅一啲路線啊等等。咁其實喺即係體育去帶嚟一個盛事活動，而盛事活動亦都帶翻一啲文化嘅活動或者飲食嘅一啲氣氛咧。其實呢樣嘢係對於附近嘅商鋪，甚至乎係再遠啲，可能港島嘅商鋪，其實都會有一啲好好嘅經濟效益嘅。所以我覺得都希望即係繼續搞啦呢個活動係。我又想問阿邦啦，因為嚟親啦，我哋都希望佢唔好即日走啦，係嘛？有冇啲2日3夜啊？3日2夜嘅 package 啦，又或者係附近嗰啲訂房啦，睇唔睇到其實係有少少帶動到？咁咧其實一啲咧好似七欖嘅客人啦，佢哋都係一啲咧比較成熟嘅客人啦，佢哋識得喺香港咧，即係或者佢哋可能都係比較多係外國人啦，佢哋自己都識得揾一啲咧本地嘅旅行社幫佢去組織一啲行程啊，又或者佢睇完波可能自己都會去咧我哋2個主題公園玩下咁樣，咁所以我最近都有機會咧都分別見過2個主題公園嘅管理層啦，我聽到佢哋講話其實近期咧。即係特別呢幾個月啦，我哋嗰個外國旅客啦，其實個數目係多嘅，個增長好明顯係見到係多咗好多外國人啦。咁所以我相信七欖都係可以帶動到呢一啲咧，即係本地遊啊，甚至其實咧，即係佢去我哋嘅主題公園啦。嗱，另外一方面啦，Kevin你問我咧，即係關於酒店嗰個入住率啦咁樣。咁我自己咧喺附近咧有間小酒店啦。咁咧幫手管理間小酒店，我哋嘅啲精品酒店啦，其實個入住率好好㗎啦。呢幾日咧，即係都近乎其實咧係90%啊，甚至咧其實係爆滿，有啲日子可能係爆滿啊等等。咁咧其實特別七欖嘅客人啦，佢哋都係一啲咧即係比較咧個經濟能力好啲嘅客人啦咁樣。咁所以佢哋咧。佢哋住嘅酒店，特別喺維港兩岸啊，一啲比較好啲嘅酒店咧。以我所知，我問嗰啲 GM 啦，咁樣嗰個入住率都幾理想嘅，係。就都想順帶問埋邦咧，因為而家就息值個油價升得咁高啦，所以好多部分啦啲航空公司都 cut 一啲嘅航班。其實咧，你哋有冇即係收到啲消息啦？其實係真係有影響海外嚟嘅遊客嘅即係次數咧，或者人次咧？O.K. 嗱，呢個係大家好關注嗰個問題啦，油價嗰個飆升啦，咁咧其實環球都出現緊呢一啲所謂減一啲航班嗰個情況啦。咁咧嗱，首先我哋自己本地啦，例如我哋最大嘅航空公司啦，我哋同中東嘅航線咧，即係利雅得嗰個啦，咁我哋都繼續係暫停啦咁樣。咁咧我諗喺中東咧，即係其實都有人睇七欖嘅咁樣。咁但係我相信咧，或多或少咧係一定會影響到咧中東地區佢去亞洲或者佢去歐洲旅遊嗰個狀況啦，但我諗總體咧，即係我哋要再拆開2個層面睇。咁咧我哋自己嗰個咧就係整體嗰個外國遊客，頭先我都講啦，我哋睇到咧，其實就算係3月份出咗問題之後啦，但因為我哋始終係航空樞紐，我哋同歐洲嗰個航班咧，其實而家咧我哋加開咗好多咧係直航去可能係倫敦啊、去歐洲啊或者去巴黎嘅航班啊咁樣，呢啲機咧班機都爆嘅咁樣。咁所以咧，我哋整體嗰個長途旅客咧，嗰個嚟嗰個數目咧，應該就唔大問題嘅咁樣。但係咧，油價嗰個問題係令到航空公司啦，咁咧嗱，大嘅航空公司佢都可能要 cut 班，咁咧一啲比較細規模嘅航空公司，佢都要咧可能大規模所謂咧斬咗一啲航班去啦咁樣。咁呢一個咧係會對整體嗰個運力同埋咧最終咧其實係會影響到嗰個票價啦。所以不管你係入境又好，出境都好，咁咧嗱，而家4、5月暫時係淡季，但一去到6月過後考晒試啦，咁甚至7月咧，如果油價個問題係仍然咧，即係都係咁差嘅情況嘅話咧，呢個係或多或少會影響嗰個環球旅遊業咯，係。